上星期有朋友話要約去野餐，而佢哋每人都要帶一件食物，咁所以我就諗咗呢個小食啦。放工嘅時候，超級市場一般都會有特價嘅，我就買咗呢一個巴西豬腩肉火鍋切片，同埋一啲蘆筍。呢一種蘆筍比較幼身啲，爽口好多㗎。首先我會將佢平均咁樣切開一半，煲滾一鍋水，入面先落啲鹽同埋橄欖油，等到水滾就可以將蘆筍放入去啦。大約煮2-3分鐘左右就可以撈上嚟，如果煮得太耐就會好韌同埋冇晒翠綠色噶啦。跟住將豬肉捲起蘆筍，就好似金菇肥牛卷一樣。由於豬肉片本身係冇味嘅，咁所以都要加啲鹽同胡椒粉。如果你想慳翻調味嘅 step， 用煙肉就更加好啦。最後煎到兩邊金黃就完成啦。另一個小食我用芝士嚟做嘅，首先揀一啲片裝芝士切開4份，今次我用嘅係 mozzarella cheese。同剛才嘅捲法一樣，都係用同一種豬肉片捲起，咁就有2種口味啦。準備2隻碟，分別裝住1隻蛋嘅蛋漿同埋麵包糠。將芝士豬肉卷均勻咁樣染上蛋漿，再點上麵包糠，每一個就好似咁樣啦。跟住用大火炸香佢就完成啦，記得唔好炸得太燶喎。呢2個就係我哋帶去野餐嘅小食啦。今次我哋去到南生圍野餐，而我哋帶嚟嘅食物當然俾人掃清光啦。如果你話豬肉蘆筍卷點乜嘢最好，可能係雞汁啩。希望遲啲搬咗入元朗之後，可以多啲機會入南生圍野餐啦。如果你都住元朗的話，下次不如約埋一齊啊！